TechCanto 第104集嚟啦！今日睇下星艦上市集資700多億美元，谷歌錢包歐洲推實名卡 AI 幫你自動理雲端檔案，同埋發燒品牌新款3單元降噪耳機。太空探索科技又要搞大動作，星艦預計首次招股會集齊744億美元，估佢哋一上市就會成萬億美金企業，真係掂到落力。馬斯克又創新高，散戶跟唔跟？手機錢包又加多一個實用功能，谷歌錢包會喺部分歐洲國家推出身份證功能，仲同當地銀行合作搞年齡核實，以後認證會方便啲。歐洲數位化再進一步，幾期待。搵舊檔案仲要手動冚？啦！谷歌 AI 訂閱戶而家可以用 Gemini 直接喺雲端硬碟搵嘢，唔使再辛苦冚翻舊電郵，人工智能幫你搞掂。效率提升幾多？訂閱費應該返本。發燒有注意，新款耳機登場。發燒品牌推出新款耳機，內置3組驅動單元加主動降噪，聲效肯定一流，不過價錢絕對唔平。為咗聽感值得，等評測先話。科技世界日日新，大家用緊邊個 AI 工具？留言區傾下計，我哋下集再見。